现代台语版圣经民数记第26章第2遍户口普查。瘟疫过了，上主命令摩西甲祭司亚伦的囝以利亚撒讲，着将以色列全体会众中间20岁以上会当出去交战的查甫人，照因的宗族点算总数。摩西甲祭司以利亚撒就照上主的命令，伫耶利哥对面约旦河边的摩押平原，对以色列人宣布：恁着点算20岁以上的查甫人的人数。对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有：以色列的大囝是流便，流便的后代有以诺、法罗、希斯伦、甲加米这个宗族。因经过点算的人数有43730名。法罗的后代有以利押，以利押生利伯利、大丹甲阿比兰，大丹甲阿比兰是会众选出的领袖。可拉迄阵人反抗上主的时，因嘛参与攻击摩西甲亚伦。迄时地裂开，将因甲可拉吞灭，搁有火烧死250个人，因诚侪人民的警戒。毋过可拉遐个囝无死。西面的后代有尼摩利、雅敏、雅君、舍拉甲瑟罗这个宗族，共22200名。迦得的后代有西芬、哈基、苏尼、阿苏尼、以利、阿律甲阿列利这个宗族，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40500名。犹大的囝中间，尼甲俄兰死伫迦南地。犹大其他的后代有示拉、法勒斯甲舍拉这个宗族。法勒斯的后代有希斯伦甲哈伯勒这个家族。这个是犹大的宗族，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76500名。以撒迦的后代有德拉、普瓦、亚述甲心伦这个宗族，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64300名。西布伦的后代有西列、以伦甲雅利这个宗族，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60500名。约瑟有2个囝，马拉西甲以法莲，因成做2个支族。马拉西的囝是马吉，马吉的囝是基列，基列的后代有以舍、希列、阿苏列、示剑、示米代甲希弗这个宗族。回合的囝希弗，希弗的囝西罗回合无囝，只有查某囝，就是马拉、拿阿、哈拉、密加、得撒。这个是马拉西的家族，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52700名。以法莲的后代有苏提拉、比吉甲他罕这个宗族。苏提拉的后代有以兰家族，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32500名。这2个支族是约瑟的后代。便雅悯的后代有比拉、阿什别、阿希兰、舒范甲何范这个宗族。比拉的后代有阿勒甲乃曼2个宗族，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45600名。但的后代有舒罕宗族，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64400名。阿瑟的后代有임나、约西伟甲比利亚，比利亚的后代有希伯甲马吉这个宗族。阿瑟的查某囝叫做谢拉，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53400名。拿弗他利的后代有亚士、古尼、亚瑟甲士冷这个宗族。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45400名。以上这个拢是以色列的后代，因经过点算的人数共601730名。上主命令摩西讲：你着照各支族的人数分土地，互因做产业。
人济会自足分较大的土地，人少会自足分较细的土地，用抽签的方式分予因。利米有3个囝，吉顺、哥哈甲米拉利。照种族点算，利米的后代有林尼、希伯伦、抹利、摩西甲科拉这个种族。哥哈生暗兰，暗兰的母叫做约基别，是利米伫埃及生的查某囝。伊对暗兰生阿伦、摩西甲伊的大姐米利安。阿伦生拿达、阿比户、伊阿撒、伊塔玛。拿达甲阿比户伫上主面前献无神圣的血的时死去。利未人满月以上，经过点算的查甫人共23000名。伫点算以色列人的时，无甲因算在内，因为伫以色列人中间，因无分着产业。以上是摩西甲祭司以利亚撒伫耶利哥对面约旦河边的摩押平原点算的以色列人人口。摩西甲祭司阿伦伫西奈旷野第一遍点算的以色列人，现在无一个活地。关系遐人，上主捌讲，因一定会死伫旷野，所以耶夫尼的囝加勒甲伦的囝约书亚以外，遐人无一个活地。